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，要来关心一个做电视编剧的查某囡仔，讲到婚姻关新闻处前处长周碧莹闪卡大相存，害心肝乱纷纷，和婚姻关馆长张丽仙的孙仔前立法委员张家军伫咧行，和伊伫咧交往。张家军下则参加李家军的活动，伊嘛承认讲周碧莹是男朋友无毋对，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。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我私领域的事情哦，真的不值得占用这么多社会资源，然后占用这么多版面。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关心国事，然后多多关心社会，然后多多关心弱势团体。所以两个人确实是在交往当中。我们目前是在交往当中，对。 那因为他有说要跟你结婚哦，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清楚，然后我也相信，就是每个人都是真心的，然后就是谢谢大家关心，真的很谢谢大家关心。那你知道这位 W 小姐是谁？我其实都不是很清楚，非常谢谢大家。 对啊，然后我都现在清楚了，但是其实我很清楚，我交往的男生是一个非常阳光磊落的人，然后他也都非常坦诚的告诉我一切的事情。那非常谢谢大家关心，真的这个是私人的事情，真的不值得大家用这么多话。谢谢。会错了吗？周国颖有坦在感情前关系交往，现在还有结婚的打算呢？刚刚有错吧？现在蛮自爱吗？